你由細到大有冇試過做啱嘢就冇人讚，做錯咗嘢就會有人鬧，或者有人讚你，你都唔係太過相信，你覺得人哋只係禮貌上讚你啫？又或者人哋送嘢俾你，你覺得唔好意思，你係一定要送翻啲禮物俾人嘅。亦都有啲人係想得到一樣嘢咧，一定要做啱另一樣嘢先可以得到嘅。譬如你要考得成績好，先可以得到一件玩具。你哋會唔會係咁咧？喺我做咗幾百個諮詢個案裏邊，我了解到香港好多家庭咧，都係用呢種形式去教自己嘅仔女嘅，即係做啱嘢就唔讚，做錯咗嘢就會鬧。咁樣係會令到我哋咧配得感係會比較低嘅。咁配得感咧就係講緊我哋發自內心相信自己係可以無條件被愛，同埋無條件擁有幸福同埋滿足嘅生活。但係當我哋嘅配得感低嘅時候咧，就會對我哋長大會有好大嘅影響，特別係喺感情上邊。喺感情上，你會唔會覺得你要好努力去付出先換到對方對你嘅愛咧？又或者你覺得自己樣貌普通，身材唔夠好，做嘢又唔 smart，你配唔起對方咧？如果你有咁樣諗咧，就即係話你嘅配得感咧就比較低啦。今日我哋會有5個問題去同你測出你嘅配得感去到邊一個位置。Hi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宇宙愛神呢個 channel。我係 Anita，我係一個吸引力法則導師，亦係一個求獎靈氣大師。過去2年，我幫助咗幾百人揾出佢哋嘅金錢、感情、工作嘅潛意識障礙，令到佢哋改變佢哋嘅潛意識，改變佢哋嘅人生。有好多人感情唔順利，其實係因為你哋嘅配得感低。所以今日我設計咗5個題目去測試一下你嘅配得感去到邊一個位置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。每一條題目都有 A、B、C 3個答案，你直接覺得係嗰個答案，你記低佢就得啦。好，我哋開始。當人哋對你好，為你付出嘅時候，你內心第一個反應係點呢？ A 懷疑對方有目的， B 覺得有啲唔好意思，覺得有啲愧疚感， C 覺得好自然並且心懷感激。第2題，當你覺得我值得被愛，你會點？ A 你會覺得有羞愧，唔係太過相信。 B 你覺得你要用表現去證明。 C 你覺得好自然，冇咩懷疑。第3條，喺感情中，你係咪成日都怕被對方拋棄呢？ A 係。 B 偶然會覺得係，但係會調整。 C 幾乎唔會。第4題，喺感情之中，你覺得委屈嘅時候，你會點做？ A 忍耐，希望對方改變。 B 好難離開，因為你怕揾唔到更好。 C 為自己設界限，離開一個唔啱嘅人。第5條，你認為幸福嘅愛情對你嚟講係乜嘢？ A 好難得，唔屬於我。 B 好努力先會配得上。 C 我本來就值得咁樣嘅感情。好啦，而家計分啦。A 係0分， B 係1分， C 係2分，總分係由0到10分。咁你睇下自己0至10喺邊一個區段裏邊。0至3分係低配得感，你會缺乏安全感，覺得自己唔夠好，你容易陷入討好型同埋被忽略嘅角色。所以你要多啲對住自己講，你係值得嘅，唔係因為你表現好，係因為你本來就值得。4至7分，你嘅配得感正在發展緊，你已經意識到自己嘅價值，但係喺有一啲情況，你仲係懷疑自己，所以你要多花時間去聽下自己內心嘅聲音，練習接受人哋嘅愛同埋好意，因為唔需要完美先有資格被愛。8至10分，恭喜你啦！你個配得感好高，好健康，你識得喺感情上設界線，你能夠好自然咁樣接受愛，亦都唔怕講出自己嘅需求。你內在嘅穩定，令到你更加容易吸引健康同埋平等嘅愛情。好啦，計好分數未呢？你係屬於低、中、高邊一個配得感呢？如果你係高分嘅，我恭喜晒你。但如果你係低分嘅話呢，就請你要練習一下，提高自己嘅配得感，因為配得感嘅高低係好影響我哋嘅人生嘅。兩個人生係截然不同。低配得感嘅人，
佢無論喺工作或者感情上邊咧，都要付出好多，都未必得到人賞識或者愛護。但係高配得感嘅人咧，佢哋所有嘢都好順利，好開心，好容易就得到人哋嘅重視同埋愛。所以低配得感嘅朋友，請你記得要提高自己嘅配得感。如果你係唔識得點樣提高你嘅配得感嘅，請你留言話俾我聽，我會親自覆你。你都可以將呢個測驗同你嘅朋友分享，睇下佢哋嘅配得感係屬於高中低，因為我哋朋友圈子嘅能量係好影響我哋嘅。如果你係喺一個高能量嘅朋友圈裏邊，你自然就會同佢哋一樣，事事順利，所有嘢都輕鬆容易得到。我哋今日傾到呢度，如果你喜歡呢條片嘅，請你俾個 like 按讚，撳小鈴鐺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。我哋下一條片見啦。